現年50歲嘅李明慧，曾經係1997年香港小姐競選舞台上嗰顆閃閃發光嘅明星。佢憑住出眾嘅容貌同優雅嘅氣質，一路過關斬將，最後獲得亞軍。同屆嘅佘詩曼而家喺演藝圈發展得風生水起，但李明慧嘅人生軌跡就因為一場感情糾紛同豪門婚姻發生咗巨大嘅轉變。當年佢同冠軍翁家瑞為咗烏有正展開咗激烈嘅爭奪，呢件事搞到全城皆知。最後兩個人都冇選擇繼續喺娛樂圈發展，翁家瑞成功嫁入烏家，而李明慧就慢慢淡出咗公眾嘅視線，開始咗另一段人生旅程。2002年，李明慧嘅人生迎嚟咗一個新嘅轉捩點，佢嫁俾咗富商鄭耀揚。鄭耀揚出身名門，佢老爺鄭樹渠係教育家，家族資產高達300億。喺外界睇嚟，呢場婚姻無疑係李明慧嘅幸運之選。自此之後，佢就成為咗令人羨慕嘅豪門太太。2003年，兩個人手拖手步入咗婚姻嘅殿堂。婚後唔久，李明慧就生咗一對可愛嘅龍鳳胎。一家4口嘅生活表面上睇起嚟好美滿幸福。喺之後嘅日子入面，李明慧深居簡出，好少出現在公眾嘅視野之中。偶爾露面嘅時候，佢總係同老公鄭耀揚手拖手，面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夫妻恩愛嘅模樣令到旁人都唔禁讚好。佢好少接受媒體訪問，外界對佢嘅近況了解得好少，只可以從呢啲有限嘅畫面入面去猜測佢過住富足、安逸、無憂無慮嘅生活。然而喺呢個看似完美嘅表象之下，竟然隱藏住唔為人知嘅痛苦同掙扎。時間去到2025年1月，原本平靜嘅生活被一場激烈嘅爭執徹底打破。李明慧同鄭耀揚之間發生咗嚴重嘅矛盾，雙方情緒好激動，互不相讓。最後竟然選擇咗報警。呢個突發事件迅速引起咗媒體嘅廣泛關注，而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嘅係，呢場爭執竟然搞到上咗法庭。喺法庭上面，李明慧同鄭耀揚對視嘅場景就好似一場冇硝煙嘅戰爭。李明慧喺庭上透露咗一個令人震驚嘅消息，兩個人正在辦理離婚手續。呢段曾經被外界視為典範嘅婚姻，已經走到咗無可挽救嘅地步。雖然離婚係鄭耀揚主動提出嘅，但李明慧都明確表示唔再屈服。而家離婚程序正喺家事法庭入面緊張咁進行，名義上佢哋仍然係夫妻，但李明慧已經按捺唔住，決定公開豪門背後嘅種種家事，為自己同仔女申訴。同老公撕破臉之後，李明慧好罕有地接受咗媒體訪問。佢眼神入面透露出疲憊同堅定，決定唔再沉默，要為自己多年嚟嘅隱忍發聲，更加要為保護仔女而揭開豪門背後嘅真相。李明慧回憶起過去幾十年嘅婚姻生活，眼淚喺眼眶入面打轉。佢表示，為咗保存老公嘅面子，亦都為咗維護呢個看似完整嘅家庭，佢一直對老公嘅家暴行為忍氣吞聲。喺婚姻生活入面，鄭耀揚嘅情緒常常失控，就好似一顆隨時可能爆炸嘅定時炸彈。佢時常喺屋企入面摔嘢，玻璃杯、書本等物品喺佢手中成為咗發洩怒火嘅工具，屋企入面時常一片狼藉。更加過分嘅係，佢甚至會將嘢掟向李明慧，令到李明慧身上經常布滿傷痛。有一次，李明慧受傷之後，鄭耀揚竟然帶住佢落樓見工人，仲好似冇事咁對外宣稱李明慧嘅傷同佢無關。呢種明目張膽咁推諉責任，令到李明慧感到無比嘅屈辱同絕望。而最令到佢難以忍受嘅係，喺自己冇做錯任何嘢嘅情況下，都要向鄭耀揚下跪求饒道歉。呢種冇尊嚴嘅行為，唔單止發生喺佢身上，就連女兒都未能幸免。李明慧自爆，女兒時不時會遭到爸爸嘅恐嚇。
鄭耀陽以一種好暴力、好野蠻嘅方式對待女兒，要求女兒唔可以報警，否則就會毀晒一切。女兒小小年紀就要承受住咁巨大嘅心理壓力，常常喺深夜驚醒，眼中滿係恐懼。面對呢啲威脅，李明慧雖然心中痛苦萬分，但佢並冇坐以待斃。佢悄悄咁將父女對話進行錄音，為咗以防萬一，將呢啲證據小心翼翼咁保存落嚟。而家佢雖然冇放出錄音，但將對話內容摘錄咗出嚟，對外公開，令到外界睇到咗呢個豪門家庭背後唔為人知嘅黑暗一面。李明慧所講嘅呢啲家事，其實喺佢年初報警遭到鄭耀陽威脅嘅時候就已經有所公開。當時佢同鄭耀陽因為一啲瑣事發生糾紛，鄭耀陽嘅情緒再次失控，對佢進行咗恐嚇同襲擊。李明慧喺恐懼之中選擇咗報警。喺警方面前，佢詳細咁描述咗鄭耀陽嘅惡劣行為，話佢喺屋企摔家具，甚至威脅恐嚇自己。喺庭上作供嘅時候，李明慧努力令到自己保持鎮定，但聲音入面仍然透露出一絲顫抖。佢形容住鄭耀陽嘅暴力行為，每一個字都飽含住多年嚟嘅痛苦同委屈。然而，案件經過審理之後，結果卻唔係咁如意。法院雖然認為鄭耀陽嘅行為十分可疑，但由於冇足夠嘅證據顯示佢確實做過呢啲嘢，再加上李明慧同家蓉嘅供詞喺某些細節上面存在住相互矛盾嘅地方，最後鄭耀陽脫罪。呢個結果令到李明慧感到無比嘅失望同憤怒，但呢並唔代表鄭耀陽真嘅冇做過呢啲嘢。喺法律面前，證據係至關重要嘅，而李明慧卻因為種種原因，冇辦法提供確鑿嘅證據去證明自己嘅遭遇。李明慧既然咁公開揭露呢啲家事，大概都已經到咗破罐子破摔嘅程度。除咗如佢所講嘅唔再隱忍之外，仲有一個重要嘅原因，就係佢同鄭耀陽嘅關係已經徹底回唔去啦。喺呢場婚姻入面，離婚對於李明慧嚟講，意味住佢可能會失去曾經擁有嘅一切。鄭耀陽家族資產豐厚，喺離婚呢件事上面，佢顯然唔會輕易咁令到李明慧好過。如果鄭耀陽真係如李明慧所講嘅咁暴力無情，咁喺財產分割、仔女撫養權等問題上面，佢肯定會竭盡全力去維護自己嘅利益，令到李明慧陷入困境。事實上，李明慧受訪嘅片段公開之後，採訪人就話已經收到警告。對方聲稱，如果繼續將影片公開而影響到權貴名人，自己就會受到懲罰。呢個警告無疑令到李明慧承受住更大嘅壓力，但佢並冇因此而退縮。佢深知自己已經冇咗退路，只有勇敢咁站出嚟，揭露真相，先可以為自己同仔女爭取到應有嘅權益。回顧李明慧嘅人生，從1997年香港小姐亞軍嘅輝煌，到同翁家瑞爭奪烏有正嘅輿論風波，再到後嚟淡出娛樂圈，嫁俾鄭耀陽成為豪門太太，佢嘅每一步都充滿住戲劇性。當年選美結束之後，佢同翁家瑞之間嘅烏有正之爭成為咗媒體關注嘅焦點。呢場感情糾紛令到李明慧陷入咗輿論嘅漩渦，佢承受住嚟自各方嘅壓力同指責。最後，佢同翁家瑞都冇選擇繼續喺娛樂圈發展，翁家瑞成功嫁俾咗烏有正，而李明慧就選擇咗另一種生活。淡出娛樂圈之後，李明慧過起咗相對平靜嘅生活。佢努力去適應住從明星到普通人嘅轉變，期待住能夠擁有一份真摯嘅感情同一個溫暖嘅家庭。2002年，佢遇到咗鄭耀陽，被佢嘅財富同地位所吸引，亦都憧憬住能夠喺呢個豪門家庭入面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然而，現實同佢嘅想象相差好遠。呢段豪門婚姻看似光鮮亮麗，實則暗藏危機。李明慧喺婚姻入面隱忍咗幾十年，
承受住身體同精神上面嘅雙重折磨。李明慧嘅經歷令到我哋睇到，並唔係所有嘅豪門生活都稱心如意，表面嘅繁華背後，可能隱藏住無數嘅痛苦同無奈。喺而家嘅社會入面，家庭暴力仍然係一個不容忽視嘅問題。唔管係普通人定係身處豪門嘅人，都有可能成為家庭暴力嘅受害者。家庭暴力唔單止會對受害者嘅身體造成傷害，更加會對佢哋嘅心理產生深遠嘅影響。好多受害者因為害怕、羞恥或者其他原因，選擇沉默同隱忍，呢反而會令到施暴者更加肆無忌憚。我哋應該鼓勵受害者勇敢咁站出嚟，揭露家庭暴力嘅行為，為佢哋提供必要嘅幫助同支持。同時，社會都應該加強對家庭暴力嘅關注同打擊力度，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高對家庭暴力行為嘅懲處力度，令到施暴者受到應有嘅制裁。此外，都應該加強對公眾嘅宣傳教育，提高人哋對家庭暴力嘅認識，營造一個反對家庭暴力嘅社會氛圍。對於女性嚟講，喺婚姻入面要保持獨立同自我，唔可以因為追求物質生活或者社會地位，而忽視咗自己嘅感受同權益。喺面對家庭暴力嘅時候，要勇敢咁話唔，及時尋求法律同社會力量嘅幫助。而家李明慧嘅離婚糾紛仍然繼續，佢面對住巨大嘅壓力同挑戰，但佢並冇放棄，佢希望透過自己嘅努力，令到法律同社會能夠關注到自己嘅遭遇，為自己同仔女討返一個公道。喺呢個過程入面，李明慧都需要得到更多嘅支持同幫助。法律機構應該更加公正咁審理佢嘅案件，確保佢嘅合法權益得到保護。社會各界都應該俾佢更多嘅理解同鼓勵，令到佢感受到溫暖同力量。對於李明慧嚟講，未來嘅路仲好長，唔管最終嘅結果點樣，佢都需要勇敢咁面對生活。希望佢能夠早日擺脫呢段痛苦嘅經歷，重新揾返屬於自己嘅自信同幸福。也許喺經歷過呢場風雨之後，佢會迎嚟一個更加美好嘅明天，開啟人生嘅新篇章。李明慧嘅故事係一個警示，佢令到我哋睇到豪門婚姻背後嘅複雜同殘酷，亦都令到我哋更加關注家庭暴力呢個社會問題。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從佢嘅故事入面吸取教訓，珍惜自己嘅生活，尊重他人嘅權益，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美好嘅社會環境。好啦，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感謝大家嘅支持。